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9节。以赛亚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。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到3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骄傲必败。骄傲的确是予人目睭看袂到、青袂去啦吼。因为骄傲的人看袂到家己的弱点，骄傲搁较予人无愿意去面对家己的软弱。所有的一切伫骄傲的人的眼中，拢是去予人惹堪的。但是，就算是惹堪的问题，并袂因为安尼就来消失。这是骄傲的上大的问题。一切的真实甲软弱，拢去予骄傲来惹堪。就算是做毋对的决定、错误的代志，也会认为讲家己做了真好。做了真对吼，这伫政治上咱会当看到啦吼。这礼拜五，咱开始要伫灵性成长班来分享保罗的宣告。每一摆讲到保罗的时阵，就会直接去想到伊所讲的迄句话。伊讲：我出世第8天就受割礼，我生落来就是以色列人。属伫便雅悯之族，是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。就遵守犹太教的规定来讲，我是属伫法利赛派。就热心来讲，我捌迫害过教会，所以若是遵守摩西法律就算做义的话，我并无啥物通好指责的。这是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到第6节保罗所讲的。伫保罗所咧描写的这段话来看，咱完全看袂出有任何谦卑甲顺服的态度。会通讲这是就是伊过去的生命生活，伊浸伫这个选民的迄个骄傲的青梅中间，伊完全看袂到家己有问题，当然了后伊就无共款啦吼。其实伫圣经的中间，也有几啊位拢是败伫这个骄傲顶悬。亚当的囝该隐太小伫了后，当上帝来找伊问话的时阵，伊却回答讲。迄个圣经安尼讲吼，上帝问该隐，你的小弟亚伯伫倒位？伊回答：我毋知影。敢讲我是看过阮小弟的人吗？这是伊回答上帝啦吼。有人讲，因为上帝无接纳该隐的献祭，才引起这个杀机。但是事实上并毋是安尼啦吼。咱若继续看这个经文的中间搁较头前伫第6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讲：你为什么受气呢？你为什么变面呢？你若行好，敢袂得到欢喜感染啊？你若行无好，罪就拍伫你的门骹口。伊要乱无你，你要制服伊。另外，咱嘛看见摩西的这节米利暗，以及伊的阿兄亚伦，也捌因为因的骄傲来无顺服上帝的仆人，伊的小弟摩西。咱会看见民数记12章的记载，后来就看见上帝无欢喜。米利暗就向上帝来处罚。
另外，咱来看见扫罗王也捌因为骄傲，就家己去献祭，伊完全无愿意听候上帝的时间，无愿意听候这个撒母耳来献祭，因为安尼就被上帝撤销伊的王位。今日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章第50-51节安尼讲着：雅各的后代啊，来啊，请咱照上帝所赏赐的光来行。上帝啊，你已经弃杀你的子民雅各的后代。国内世界对东方有非利士人遐来的法术，人民拢对异族的世俗，因为国内满有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因为境内这马真多，阁有算袂尽的战车。因的土地充满乌象，因拜家己用手雕刻出来的物件，因自甘下流，甘愿退落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饶赦因，因要避伫迄个山洞内底，避伫迄个沟内底，因要避上帝的受气。脱离上帝的权威甲荣耀，日子伫要到，人的骄傲爱受制止，人的自大伫要破灭，只有上主受到尊重。伫这段的经文也下着一个标题，就是骄傲的必败。就好像亲像咱读着路加福音15章，这个浪子故事中间的细汉囝同款，伊的骄傲，互伊掠做家己拥有所有的物件，也互伊掠做家己有能力，通好管理所有的财产。但是事实上，伊无法度。到最后，伊就落到身败名裂吼，就会当倒转去到伊的老爸遐来认罪悔改。近代也有济超大型的教会，一间接一间出问题，有经营失败的礼拜堂不动产遭受到拍卖，也有牧者挡袂牢迄个色的引诱，也有经袂起金钱的卖血的。因的问题伫倒落？真确定的是，这个真有名的牧者，当伊会有真济时阵，因虽然伊对真理毋是无明白真实，但是因却降服伫这个卖血的中间，嘛真有可能因为伤过骄傲，失去着伫真理顶悬的境界。济超大型教会牧师时常开办这种牧者的训练会，因不但对真理真实，嘛掠做家己对伫迄个管理顶悬真牛，却因为安尼来失去境界。希伯来书甲咱讲，如果认捌真理了后，犹原故意犯罪，就无搁再有通好赎罪的诫命啊！咱只有真忍耐、真谨慎，听透这个审判，甲迄个要消灭对敌上帝人的火，迄违背摩西法律的，只有2个3个证明伊的罪犯，就必须爱处死，无搁再宽赦。若安尼，迄个藐视上帝囝的，轻看上帝立约的火，就是迄个洁净伊的罪的火，并且侮辱恩典的灵的，迄个人要安怎呢？想看觅啊！伊无应该受搁较严厉的处罚吗？咱知影啥物人讲过，伸冤在伫我必然会报应。佮讲主要审判伊的子民，落伫永生上帝的手内是偌尔通惊
耶稣基督嘛是安尼提醒门徒，伊讲，恁无应该互人称作老师，因为恁唯一的老师就是基督。恁中间什么人做上伟大的，就爱做因的仆人。上帝要甲自高的人降落谦卑，要高举甘心被谦卑的人。所以咱需要谦卑来跟对，真谦卑来领受，是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基督徒所应该努力学习的生命态度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暗耳空听，坐伫天山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显出你的宽容来救援。你对埃及刷一丛葡萄树，赶出列邦，甲伊栽种伫遐。伊为着伊种地，伊的根定深，生炭满地。伊的影惹坎种山，伊的枝惹坎大丛的香柏树。伊的枝伸到伫地中海，伊的藤探到幼发拉底河。今仔日是怎样拆毁你的篱笆？处在所有过路的人挽葡萄，处在树林内的山猪吞踏，处在田野的走兽吞食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活倒转对天压落看，照顾这丛葡萄树，保护你正手所栽种的树，甲你为着家己所照顾的幼枝。要这用火烧用倒错葡萄树的人，求你发出受气，甲因消灭。愿你的手保护你正边的人，就是你为了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。阮就得到解救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领受救恩，无骄傲，愿意谦卑，跟对主。感谢基督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